大家好，我是苏信善，日本的教大家做运动，清活养生操，身心提升。大家用到数加眼，好，数加眼哦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9要怎么比？好，我们要先练习比手的数字。数字9的四只数字条，四只数字条把下来哦。9，伸就握拳。今天如果是5、2、1好了哈，好，做数比5、2、1，好，5、2、1、5、2、1、5、1、1。好，如果今天是6、3、4呢？好，6、3、4，左手开始哦，6、3、4，翻过来，6、3、4，好，6、3、4，好，如果是我们就想3个数字，每天练习做10次，4、5、8，好，4、5、8怎么比？左手开始哦，4、5、8、4、5、8，说对吗？4、5、8，做5次哦，等一下做5次哦，4、5、8、4、5、8、4、5，再一次4、5、8。我们这个手比数字呢，结合我们身心怎么结合呢？就是要每天早上红起来，水母红起来，嘴巴要大笑，笑口常开嘛，笑起来心情就会浓厚，特别好。好，新山老师在每个礼拜都教10几个班呢，很多社区哦，一些活动哦，手加上微笑哦，那个使自己的能量、身心提升哈。等下比数加改吸把嘴巴就要大笑，那要怎么笑？怎么笑？微笑的笑哦，这样笑，呵呵呵，也可以，哈哈哈哈，可以，吼吼吼吼，也可以，就是要大笑，透过微笑启发你的正能量。数加改哦，比4、5、8就要笑哦，要开始哦，练好要开始哦，跟他来哦，好，一起来练习嘛，好，提升自己的正能量。数加改，开始哦，4、5、8，哈哈哈哈哈。过来，4、5、8，哈哈哈哈哈，4、5，后面的8，哈哈哈哈哈，跟好来哦，4、5、8，哈哈哈哈哈，最后一次，4、5、8，哈哈哈哈哈，好，有没有觉得笑完身体比较轻松啊？笑完身体情绪比较热火？我们就透过数号手比数字，加上微笑，启发我们的正能量，身心提升嘛，好，提升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运动。第二个呢，要猜拳哈，左右猜拳，手要猜拳，数加改，剑斗，这数加改，剑斗，右手要赢左手哦。好，先练习一只手，剪刀，剑斗，沙条，不是这样子哦，剪刀。石头、布、剑斗、沙条、布，做数哦。左手要输，剪刀输什么？布。那石头呢？剪刀。那布呢？想一下，想一下。哦，对啦，石头哦。右手真手一样做数哦。剪刀、石头、布、剑斗、沙条、布。剑斗沙条布，剑斗沙条布，剪刀、石头、布，好，换你们做。剪刀、石头、布，左手要比出来哦，左手要负责输哦。剪刀、沙条、布，左手要输，就是右手要赢。剪刀石头布。
剪刀沙条布，剪刀沙条布，剪刀沙条布。哎，都会轻好哦，很棒。好，这是第二个，就是我们这个身心提升哈，热活。好，第三招运动，左右哈要跟老师做，都是4拍，要出拳哦。好，正脚，喊出去，出拳，做数送出去，就是1、2，各位数中来，做数数中来，真数的准车，这是2、3呢，要退左脚，你的左脚伸你的左手，4，真数会送出去，好，1，做对吗？2、3、4、1、2、3，好，不同脚啦，不是那只脚，脚换掉，对，4，好，1、2。好，退脚要出拳，好，我们可以练肌力出拳。吸，好，1、2、3，吸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油啊！加油哦！哦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可是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哎，我记得1，整个做数，转侧走出去，数中了，向后退，伸手，3就是退脚，伸手，做点嘛，4出拳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好，你会今天教的3个大脑身心提升的运动后，我们练习一次啊，好，练习哦，好，数加改，好，选3个数字，好，3招数字，好，5、4、9、5、4、9怎么比啊？小妞妞会把它这招数字会把它来哦，5、4、9、5、4、9、5、4、9，都得加落啊，5、4、9、5、4、9、5、4、9、5、4、9、5、4、9，喊做对，加上你的什么微笑，透过大笑加上舒适哈，身心提升哈，这是第一个。好，第二个第一招运动，好，这个猜拳真数要养走数啊，剪刀就要出步3条，剪刀，右手要赢左手，布3条，剪刀3条，布剪刀石头布，喊做对吗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作为轻好哦。第3招运动，第3个运动就是左右互换哈，真脚，就右脚伸直点地哦。如果点地危险就踩地就好，好踩地就好，安全第一哈，就踩地出拳。好，你数中了，3退脚，退左脚，伸左手，吸，换右手伸直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喊做对吗？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1、
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顶部搞教3个运动，我们最后要收工，好收操。来，站姿哈，就是要立正站好。来，数加奶哦，吸气，数大口嘞，膝盖要夹紧，夹狠，吸到肚子，吸到胸腔，扩胸，嘴巴吐气。好，吸气，夹臀，收腰，头顶直，手不用下来，不用松，牙齿不用松，眼条不用松，有骨不用松，脚趾头松开，吸气要夹紧，夹臀收腰，顶紧，吐气不用松，肩膀要沉下来，不可以耸肩哦，不用耸。好，吸，吐，好，吸气，数打开了，向后背，耸出去，数重了，不用好了。好，吸气，手打开，扩胸。好，手要往向后扩胸。好，这个你不可以这样子哦，这样就把这个胸腔没有打开。好，太前面了，要后面一点，扩胸。哎，抽，作为等后，推出去，沉肩坠肘，这个肩膀要沉下来。好，手肘要下坠，手张也不用好了。好，不可以这样子。好，就拱起来了，要不用耸。好，不用耸。好，收回来，吸气，很好。再放下来。好，再练最后一次哦，吸气，是打口来，扩胸，推回去。收回来，下按。好，老师下课有个仪式啊，我们练习一下哈。左手加矮，左手比个4，数字我把它了，代表我做的要谦虚。老师以前练武术啦，我们以武会友。右手握拳，代表什么？以和为贵。哈起来，送出去。好，等下就跟大家说下课哈。好，大家做的真好，练好也可以哈。什么大家？练好停塑性上做运动，清火养生操。要做什么运动呢？有部运动，脚下盘就是我们的腿部运动。等一下要准备什么？脖子哦，要记得哦，脖子哎，一种时候，好，垫好运动，报纸，好，用脚去撕报纸，擦纸，好，记得哦，好，先不用吼，太搞要听矮做，数这样矮，肯定嘛，看起来要去敲哪里？我们这个腿呢，有很多经络啊，经络哦，这个脾肝肾，好，我们内侧嘛，好，在内侧，好，左边外侧有什么经络？膀胱经啊，胆经啊，好，这些经络还有胃经，好，6条经络要去敲，尤其是内侧的经络哈，肝呐都很少去刺激，用敲打，用甩鞭子，用这个小鱼际，啊，这个末梢用甩的，不用出力，用甩的就好，好，这样摔，好，这样甩，对不对嘛？好，一个部位敲20下，用甩的，好，去震动，好，震动，我们身体都是水做的。好，所以全身都要流动嘛，要按摩。好，换边，都在吗？好，太给我比，会不会？好，地不会，好，这样敲，慢慢敲，用甩的，好，这样甩。好，空天师啊，有时间哈，做呢所谓挺同一下啦，好，做一些保健，好，保健，好，这样敲，快到骨头的地方哦，不要敲，好，骨头地方，好，骨头的手那地方都得。给它按摩啦，按摩。有时间要所谓挺同，要敲打，好，还要热敷哦，热敷一下，好，这样敲。好，这是大腿啊，太久。小腿呢也要敲这个这个肌肉最多的哈，用敲，震动的原理这样敲，好，20下，逆四哈，这样敲。这样敲下来，好，敲打骨头，敲到有骨头就不要敲了，你要敲后半段，这边有肌肉的地方要敲，好，
好这样敲，有骨头在前面哈，这前面不要去敲它，好，我们用震动的原理，让它消水肿，好，敲打放松。好了以后呢，跟球嘛开始握拳，用这个骨头地方去按压，好，压着定点加压去波动，好，压着它去波，好，波动怎么压呢？先从上面开始压着，好，原地按摩，好，再换边，好，就压着原地拨，好拨，会酸就好了，会松时候不会挺太低哦，慢慢做，好，慢慢做。好，这是内侧，这是外侧，两边都加压，给它按摩，轻轻的，慢慢做，好，慢慢做。好，这它一个笔，好，这是针灸，用灸咯，做灸，好，敲打，利用敲打，好，最好就是敲打了，有时给哈，给它敲打，好，这样敲，好，这样敲，用甩的，不用出力的，不是出力，用甩鞭子，这样甩，做对吗？好，意思哈，20下就好，敲打，拍打很重要哦，拍打，好，中间这样敲。好，教它代谢增加，有没有6条经络嘛？要刺激，都对吗？慢慢做啦，好，慢慢做。换前面一点，这样震动，这样甩，这样震，好，这样震动，好，震动。好，老师有学过那个拍打嘛，所以我会有声音，好，就是好，有敲就有效果，好，就会舒压，好，舒压。好，敲好换哪边？敲这边敲好换哪里？下来哦，小腿这里，好，有肉的地方，敲有肉的地方哦，这样敲，用甩的，甩鞭子，用甩的，这样甩，这样甩，意思哈，好，你敲完很舒服哦。换边，就下来，一直敲下去，好，快到3阴交的时候，这边的话，这边3阴交就轻一点，好，怕敲到骨头。有刺激哈，它就会循环，就会代谢增加，好，就去刺激它。好，好，我们这个下一个是做什么？握拳、握紧，用这个骨头压它，定点去波动，嘿，波动式，好，不用松，好，放松它，好，够了，好，这样子，定点啊，要去揉它哈。有酸就好了，未熟时候，好，未熟时候，好，就是我们这个脚部的哈，不用松哈，好，这脚部的放松哈。第2个运动，来，大家凑合哦，等下凑合。好，我们空感哈，我们这个脚哈，脚踝要给它旋转，好，这边脚踝这边要给它把它旋转开来哈，这里。好，这里就容易会紧紧的，好，紧紧的，好，4拍哦，1，脚跟合在一起，2，靠近，3，内八，4，打口来，1，2，3，都对吗？4，好，外八，并脚，内八，打开，1，2，3，4。5、6、7、8，就靠在一起，合起来，内旋，打开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要记得啊，就是靠近，并脚，内八，打开，好，就由这个。旋转哈，然后把这个脚的这个筋膜松解开来，不用松，好，记得哈，好这样，不用松，好，第3场运动啊，用脚，用脚哈，这个狮子来有嘛，好有哈，好不用听来哈，不用好，打口来哦，不用下来哦，打口来，定下把它折起来，用脚，只能用脚，用脚，手中唔使停痛哦。好，收起来，要竖起来，竖起来啊！要记得啊！好，听来做，用脚脚趾跳，
这样子夹着，怎么夹？慢慢来哦，夹紧，好，慢慢踩好，给它翻过来，好，翻过来，好，再来咯，再来咯，好，再给它折，再给它对折哦，对折，慢慢来哦。那训练我们的末梢循环，末梢的这个神经。再折一次，听100，过来哟，加油哦，喊多点嘛，慢慢来哈，再给它对折，听300，好对折，好对折，多点哈，好，把它要记得有技巧把它踩稳，啊，踩一下，好，再对折，喊多点嘛，慢慢做啦，慢慢来，啊，这样折，踩准，踩紧以后，转过来，好，转过来。还可以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啊，加油哦，啊，给它对折，对折一半，好，差不多嘞，有吗？啊，你看这么小张了哈，啊，对折好几次哦，喊多点嘛，还可以吗？可以哈，有跟上吗？有哈，有哈，好，我们现在把它用脚把它给打开，好，恢复原状，好，打开了，打开了哟。洗卡雷哦，自己做哦，不可以用手哦，用手就要重新做一次哦，重得用数哦，打开来，做点嘛，啊，慢慢来哦，打开来，啊，打开来，好，把它翻过来，有哦，慢慢来哈，做什么事就是慢慢来，我们要慢慢做哈，打开来，好，打开来，好，好，老师完成喽，来做后嘞，好，做点哈。我们等一下哈，垫好啊，要把它撕，好踩，要把它撕开，好撕开，好来，先从一半哈，要怎么撕？用脚撕哦，啊，要怎么踩？这样你看，啊，一只脚踩稳，一只脚右支跳，哎，有吗？要慢慢撕，好，给它移到前面一点，位置要调好哦，位置要调好，好，听了也好，好再撕，有吗？啊，对折一半，然后这样给它撕。一只脚踩稳，一只脚用力，一只脚给我用力。好，打勾了，撕开，把它打开，撕开，有了有了，啊，好，撕开了，喊油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剩2半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再给它撕，好，给它撕一次就好，慢慢给它转个弯，好，转个弯，好，转个弯，要一个位置，好，喊做点嘛，好，够了哟，再来哟，撕。好，再撕一半就好。好，撕一半。好，好，好，另一半再把它撕开。加油，加油！好，加油哦，慢慢来哦。好，一只脚踩稳，一只脚撕。好，要记得哦，要脱袜子。好，脱袜子，不然你撕要撕得很困难。好，撕开了。好，我们就撕成总共是4半哈，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第3个运动，用脚。好，叉子、狮子，好，撕成4等份，好，4等份，好，就可以把它收起来了。好，在我们撕的过程中，就训练我们的脚力哈，脚力，好，脚力。好，最后我们伸展放松一下，好，伸展一下，再给它凑合，好，凑合，等你抽一半，正给我存车，好，右脚内勾，好，食指放在大腿上面，好，重心向下压。吐气，好，背打直，好，记得蹬也抽一半哦。你屁股不要做太多，做太多哈，这个屁股压到不舒服。要内勾，重心向下压，吐气，懂好哦，吐得越久越好。好，换脚哈，有时间哈，有时间多做几次哈。来，猛脚，有重了，食指交扣摆在哪里？膝盖的中间，上面一点，好，重心前倾，往下压，吐气，背打直，空气奶哈，好，你不可以搞太高哈，这个脚部的运动啊，有不用手，有拉筋，有拉筋，有旋转，还有狮子的末梢训练，啊，大家总要记得什么？好好练习，不可以偷懒，啊，练好20水哦，可以困一下。